大家好啊！今日咧，我係嚟到咧百年老字號陶陶居，喺全國首間5.0升級版嘅旗艦店陶陶居樽品嗰度飲茶嘅。其實咧，陶陶居樽品咧，而家都已經開咗好多間分店噶啦。而我今日嚟依間咧，就係廣州天河城嘅，佢係全國首家咧陶陶居樽品嘅旗艦店。嚟依間分店咧，其實咧個交通方法咧係非常之方便噶。只要你坐咧廣州地鐵1號線啦，或者3號線啦，去到體育西路站，而喺個車站度咧，佢係有一條地底通道咧，通過去天河城，然後咧就搭 lift 啦，或者你搭扶手電梯啦，上到嚟7樓就係噶啦。而今日咧，我食咁多個點心嚟講咧，我第一個一定要推介咧，就係酥皮水牛奶菠蘿包。所以佢咧頭先你如果睇到頭先個片段就睇到噶啦，佢咧直情個包入邊咧嗰個水牛奶嗰個餡咧係好充足噶。第二個我推介嘅點心咧就係黑松露真菌水晶餃嘅。咁咧佢好個皮咧就好晶瑩嘅，咁咬落去嘅口感咧就我直情可以講係真係皮薄餡靚嘅。有樣嘢要講翻嘅就係依間旗艦店嘅營業時間咧，佢係早上8點咧就至到下晝4點嘅，之後咧就係下晝嘅5點咧就至到晚上嘅9點半嘅。咁大家要留意下啦。